那是，这个老直播的这里，这他妈中国不前面个直播，这他妈个厂有啥的嘞？我们打完工啥？啊，讲过了嘛，中国不前面的，我们打完工就凶了哇！我们打完年呢，那讲过了嘛，中国不前面个，真正对吧？中南山直播的这里，真正对吧？中山直播。啊，老板三姐讲不都把那个，你前两不去了，我们站的也偏那啥个素质提高的，我们站的是啥个素质的？讲过了嘛，中国话前面我们打完年呢，真正对吧？叫做直播电脑那边嘛，这告诉我的叫做电脑那边的，对对，讲过了嘛，中国话前面空了，三姐给他写手的，三姐谁给写手的是呢？我们这半天打完这把洗完了，累学老板三姐讲，这个泡泡啊，叫他变成盲目写手的，老板连这个写手的。前两不去，我们打完年呢，真正对吧？中山直播对的，大部那天准备你弄的，他把也3个人洗水中，你把没得把那打人呢？大概中途就把中了吧，上面取消了双的送我的。我们打完年是个真正直播似的，我到对的，真正对吧？中山直播，大部那天，那一学的家帮我送了哇，看到真正对吧？的我中山直播的对的。当天队长和科长。这么你先自己，那这么我都分解，这么就你冷血，你送我别冷血，你就是，别个去的去阿拉巴掌，别，没那个那个也是的，我都是来对，那的应该，现在我们当年是个云教个那的都是来的，现在我这个真正这不是对的东西，我要打电视新机给上了，到那个，三节个电话到啊，说，俺那查询个，俺那。电用吧学士，俺那查询都做的呢，别可能做别的当年了，给我把这面嘛，俺那可能做别，讲过了嘛，中国话前面换个呗，到了搿里这呢，电脑的就可能做去了，从不学，俺那电视新的给上个，电脑吧从，或者下边电吧学，可能吧做那呢，查询都做大包也就不，叫他吧学，可能做别，去了讲过了没个，别他们搿里哪样呢？电脑的人都做完，讲完了那个7人中吧小事，他的那些的不过人，俺那钱那把做多了，突然想到呢，拿到吃饭的人呢，我慢慢做着呢，现在那个居然，讲完了那个，我们到完年呢，天天对吧的，现在那个讲完了呢，都把开的店呢，电脑的都把居了接我说，就是路上到吧，见人不见，换了吧到吧的，到外面三节讲过了嘛，到我就用把小可能办了。